市政府邀请专业的艺术展演团体到偏乡巡回演出，嘛甲快乐的笑声带入去校园。小朋友讲，第一届看到这么好看的演出，希望因后摆会当过来。 最新韩会新北下展开世纪对决，引起天地灾变，才有后来的如恶报天。这段故事互555剧团改编做50集的秘密，这摆巡回演出到丰原山区的福永国小。 这个故事再带回去跟他的爸爸妈妈分享。我不只看过书了，而且还有剧团来演出。那这个东西除了自己阅读之外，他们带回去家里跟家庭分享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互动。除了天传日的故事，更有加类戏的教学活动体验，到台中市北京偏远学校演出，互现场充满笑声。喜欢他进来表演给我们看，因为平时都没有机会可以看表演。 透过欣赏表演，嘛，互学生学到无同的知识，嘛，互艺术美感伫因的心内顶。